日若去台北吼，阿狗啊包我款款转来食家己。阿花啦，你惨啊啦你！你这人啊，真毋捌礼数啦。人干的是好意呢，我讲细刀蛇，讲噗噗跳，实在哦，比三岁囡仔搁较害啦你。啊，著甲你讲哦，遐狗半夜起来放尿啦，看到边仔乌叫是有鬼咧，哭甲大声细声，干了伫咱这边听着你咧哭，总伊甲扑过来啊！呾要嗷嗷困，你著走出来啊！啊，代志就遮尔简单呐，你是想去倒位去？你毋相信哟啦？毋相信我死互你看，我死互你看，死互你看啊！只想甲你讲，我毋相信啦。无你若一句话拢无爱讲，安尼对干的敢袂歹势笑？搁会食醋？我问你咧，你这领美国衫，顶悬毋是有苏联字的，正无代无志的落去，是谁甲你开的？讲啊！安怎？鸡喙变哪喙啊？讲袂出来。干的讲无好看，甲我绑掉啦。啥货啦？较大声，我听无啦。抱囡仔的时阵落去的啦，啥有人甲即款？啊！走咯。走你死啊，走咯！咱是去台北挂货啦，是说等于落港一逝。巧，佫还想要清算。你即摆咧讲啥笑啊你？阿爸，阿爸，啊！阿姊仔是要去台北补货啦。我知影啦，你囡仔人点点啦，有耳无喙啦。免伤欢喜啦，艰苦就伫咧目睭前啊啦。干日若去台北吼，阿狗啊包我款款转来食家己。阿花啦，你惨啊啦你！啊，当阿狗的哦，转来食家己就食家己，有啥物通好惨的啦？到时阵，若来暗通通啊暗尾啊，就无通好过，你免当甲我靠白靠母啊！你讲啊，生鸡两个无，放鸡屎一顿。啊，著好死毋死吼，啊，对方吼，家己咱只阿牛啊啦，啊，佫计价袂歹吼，啊，我当然袂调你咧。阿妹啊，我若要着成为时吼，我会去随你倒转来啦。阿妹，来，阿妹，来，阿妹啦，来，你顾落去啦。